简单啊！伫咱修的过程当中，要成就大事，要成就一件伟事，要成就一个伟业，其实伫修的过程当中，真正来讲啥？你到以后，成心高兴，或是讲后面高兴，高兴。成心有好多好事，我莫要越别如果那里现在不要那两夫反夫标准。是怎么样的？两经找出雕书写书，这样一个东西来，比如说，已经在修的过程当中有对有情，多人的爱，多感官，我们这个要明白讲。